嘅師生辯論賽即將要開始啦，咁希望大家可以保持安靜啦，唔好影響到今日嘅比賽。咁我哋比賽開始之前啦，我哋首先介紹下今日嘅評判啦，佢哋分別係韓子麗老師，同埋我哋中文辯論隊嘅教練啦，許正旭先生。喺呢度咧，再次多謝兩位評判啦，即係抽空出席參與我哋今次嘅師生辯論賽啦。如果冇佢哋咧，我哋今日嘅比賽都冇辦法順利舉行啦。咁而家咧，我哋就先介紹下今日參賽嘅隊伍啦。咁咧，正方咧就係哆唻咪花，主辯就係 Miss Christine 張。都各有4分鐘嘅發言時間。咁咧，當法定發言時間開始嘅時候咧，計時會按鐘一次，以表示辯員可以開始發言。而法定發言時間終結前30秒咧，計時都會再按鐘一次，以作提示。法定發言時間終結之後咧，計時會按鐘2次，隨即進入緩衝時間。緩衝時間10秒過後咧，計時會按鐘數次。示意進入扣分時段並開始扣分，如果預時20秒咧，就會不停響鐘。屆時咧，辯論員咧需要即刻停止發言。喺緩衝時間終止嘅15秒後，即係第16秒起咧，計時會連續鳴鐘，該隊咧就即將會被扣分。咁咧，而每過5秒啦，每位評判將於該辯員嘅所得分數扣除1至5分，以此類推，不足5秒亦作5秒計算，一切以大會計時器所視為準。喺反方辯護發言完畢之後咧，就會進入我哋嘅自由辯論環節，正反雙方都會有3分鐘嘅法定發言時間，將先由正方發言，其後到反方，如此類推。發言同學必須站立，時間計算以落座為準。辯員咧可以選擇一次過將法定發言時間用盡，亦都可以自行分配時間，分開數次發言，為每次咧只可以派1位辯員發言。而當其中一方嘅法定發言時間尚餘30秒嘅時候咧，計時會鳴鐘1次，以示法定發言時間即將結束。喺法定發言時間結束嘅時候咧，計時會鳴鐘2次。此時咧，辯論員需要即刻終止發言。而當任何一方嘅法定發言時間完結之後，另一方可以派出1位辯員將法定發言時間用盡。當雙方咧都將發言時間用盡嘅時候，就自由辯論環節結束。而喺進入結辯之前，會有1分鐘俾雙方準備結辯陳詞。準備時間結束之後，會先由反方結辯作結。咁今日比賽咧，我哋係以總分制進行，總分為500分，高分者勝出。咁雙方有冇咩問題？如果都冇問題嘅話咧，我哋而家就先請正方主辯發言。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啊！今日咧評論辯題，我不妨咧用3個辯題字眼咧定義咧嚟分析。自戀係一種過度關注自我、誇大自我價值、缺乏同理心嘅心理狀態。而自卑係對自我價值嘅低估同埋否定，而可怕就係我哋對個人成長、人際關係乃至社會和諧嘅造成嘅破壞性。今日我方贊成辯題原因有3點。第一點，自戀係種病嚟嘅。自戀唔單止係一個性格特質，喺臨床上咧更加被定義為一種精神疾病，即係自戀逆人格障礙啦。呢個係一個心理嘅健康問題，而其核心嘅特徵咧係長期嘅自我價值誇大感啦，需要人哋咧持續嘅崇拜啦，同埋咧缺乏同理心嘅。或者往往高估咗自己嘅能力啦，貶低咗其他人啦嘅成就，而喺呢份自大嘅面具背後咧，係一個極其脆弱嘅自尊。喺
係難以接受任何嘅批評嘅。而自卑嘅本質咧就唔係一種病嚟嘅，就係一種好常見嘅心理現象或者係情緒感受啦。喺每個人面對唔同嘅即係唔願意啊，或者係挫折嘅時候咧，都可能會產生咧嘅心理狀態。佢係一種對自我價值懷疑嘅感覺。如果運用得當嘅話咧，仲可以成為推動個人進步嘅動力，將自己咧轉化成為成長嘅燃料。第二，自戀咧係更加具攻擊性啦，同埋擴散性嘅。自卑者咧喺人際交往咧往往退縮嘅，比如越王勾踐咁樣啦，佢自卑於自身嘅實力，選擇咧臥薪嘗膽，向吳王夫差咧去示弱求和。但呢種行為咧雖然咧係權宜之計，但係本質上咧並係傷害他人，最終嘅目的咧都係為咗復國啫。而自戀者咧就係好自我中心啦，將他人咧仲視為工具添，就好似納粹德國嘅領袖希特拉咁樣。佢一生咧充滿住自戀型人格嘅特徵，佢堅信亞利安人咧係最高等嘅民族啦，自己係天選之子啦，有權力咧去決定數千萬人嘅生死。喺佢眼中，猶太人、斯拉夫人都係一啲劣等嘅人族，係可以被消滅障礙。佢利用民眾嘅自卑情緒，煽動得十分，建立咗恐怖嘅獨裁政治統治，造成數千萬人嘅死亡。而呢種嘅自戀而產生嘅排他性同攻擊性咧，係到咗對社會咧造成嚴重嘅破壞嘅。第三，自戀咧更加係有危險性啦，更加具誤導性嘅。自戀者咧可能會限制咗自己嘅發展啦，但係通常咧都唔會主動去傷害其他人嘅。而自戀者咧為咗維護自己嘅完美形象咧，係會不惜扭曲事實，欺騙大眾。法國拿破崙三世為咗掩蓋自己喺普魯士軍事上面嘅失誤咧，竟然下令封鎖前線嘅消息，散佈虛假嘅捷報，導致咧法國喺普法嘅戰爭裏面一敗塗地，首都嘅巴黎被困啦，而帝國嘅崩潰。佢就係為咗自己皇帝嘅英明神武而犧牲咗成個國家嘅利益，而呢種對真相嘅漠視同埋對集體命運嘅輕率，正係自戀者咧對為社會帶嚟嘅深重嘅災難。再講啦，自戀危險性咧，其實喺古代已經知道㗎啦。追溯翻自戀 narcissism 呢個字嘅起源，其實咧係嚟自一位希臘嘅神話 Narcissus。Narcissus 都係一個超靚仔嘅美少年，就好似大概 Miss John 咁靚咁啦。你知唔知？但係咧，你知唔知佢嘅故事有幾悲慘？有一次佢喺湖邊見到自己嘅倒影，哇咁靚仔嘅，就迷戀咗自己嘅倒影。但係倒影又點識回應佢啊？咁所以佢就為咗佢殘酷不施，最後咧好傷心咁死咗喺湖邊。雖然呢個只係寓言故事一則，但係咧都可以睇到古人係知道自戀係有幾可怕。當一個人嘅世界係淨係得自己嘅時候，係可以去到自毀咁嚴重嘅。有人認為咧自卑係更加可怕，可能因為咧佢可能唔能夠導致抑鬱。但係今日一個好簡單嘅比喻就係因為一個自卑而默默離開舞台嘅人，同埋一個因為自戀而發動戰爭嘅人，邊個對世界嘅破壞力更加大咧？自卑嘅絕望咧係向內嘅，而自戀嘅崩潰咧係向外嘅。而自卑咧係可以透過鼓勵同支持咧嚟治癒啦，而自戀者咧係必須親手打破自己精心建構嘅故事同埋幻想，呢個根本係不可能嘅。最後咧，不妨用一個比喻咧嚟形容自戀同埋自卑。自卑咧係一個心靈感冒，雖然難受，但係食藥休息就可以好翻㗎啦。但係自戀係喺身體入邊個處癌細胞，去無聲無息咁樣擴散。所以今日問兩方一個好簡單問題：到底係癌細胞可怕啲咧，定係感冒可怕啲咧？多謝各位。正方主辯發言時間為4分02秒，冇超時，無需扣分。咁而家我哋就有請反方主辯發言。準備好可以向計時器示意。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孟子曾經講過：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當一個人從根源否定自己、放棄自己嘅存在意義，係生命最無藥可救嘅狀態。聽完有方4分鐘嘅發言，我哋不妨先釐清辯題字眼嘅定義。自卑係對自我價值嘅低估，從而產生焦慮或者逃避等等嘅行為，分為良性惡性。而自戀係誇大嘅能力，掩飾內心嘅虛弱，而並非高估自己，同樣亦都分良性惡性。所以今日我哋嘅辯題講緊嘅自卑同埋自戀，一個係由根本去摧毀或者否定自己，一個只不過係一個心理防禦啫。兩者嘅維度並不一樣，自然不可以類比。咁所以我哋一開始應該好清楚，夾硬將兩者擺埋一齊，本身就係一個邏輯嘅錯誤。而今日能夠同自卑作出相似類比嘅，就只有中國知名精神科醫師、心理學家曾奇峰提出嘅自大。自大係對自我嘅能力嚴重高估，同自卑一樣，都係對自己能力嘅認知偏差。所以自卑自大先係真正可以比較一個心理狀態。
所以今日要衡量辯題成唔成立，首先要睇下良性嘅狀態可唔可怕，惡性嘅狀態可唔可比。我方反對辯題原因有二：第一，良性層面，其實兩者都正常，說不上可怕嘅。著名心理學家阿德勒指出，良性嘅自卑同埋良性嘅自戀都係人類正常嘅心理狀態嚟嘅。良性自卑促使人積極向上，並非消極咁自暴自棄；而良性自戀呢，係懂得自我愛護、有自信心，亦都能夠合理尋求關注嘅心理狀態，喺成長過程之中十分正常。唔單止唔可怕，反而對人際關係以及心理健康亦都有正面嘅作用。兩者互相平衡、互相牽制。當一件事連可怕都談不上，咁更何談更可怕呢？而有方一開始已經錯將正常嘅心理現象當成可怕嘅存在，更錯嘅係將不可以類比嘅自戀當成真正同自卑相對嘅自大嚟作出一個對比。而第二，惡性層面上面本質不同，亦都不可類比嘅。去到惡性階段，自戀同埋自卑更加不可同日而語。阿德勒亦都指出，惡性自戀係向外攻擊、貶低他人、抬高自己，破壞嘅係人際關係，掩飾內心虛弱。即使去到最極端嘅地步咧，都唔會否定自身存在嘅價值嘅。但係惡性自卑係向內摧毀。阿德勒定義惡性自卑為由根源否定自我嘅價值，甚至否定自己生存嘅權利。一個傷害關係，一個毀滅自身，一個係偽裝，一個係崩塌。兩者嘅本質維度邏輯完全唔同，根本就唔可以擺埋一齊比較。就算今日退一萬步，唔講我哋維度差異，當自卑同埋自戀可以比較嘅時候，我哋就以最極端、最嚴重嘅後果去衡量可怕。自卑依然係比自戀更加可怕嘅。自戀係破壞關係、傷害他人，但係永遠唔會否定自身嘅存在價值。但係自卑係直接摧毀一個人生存嘅意義，係對生命價值嘅根源性瓦解。而更重要嘅係，今日辯題本身就唔具備更可怕嘅比較基礎，因為可怕同埋痛苦一樣，都係高度主觀嘅感受。就好似一個人凍死熱死，我哋可以用溫度去量度，但係邊個更痛苦、邊個更可怕，永遠都冇標準嘅答案。主觀嘅感受根本冇辦法用「更」呢個字去量化論證。多謝大家。反方主辯發言時間為3分50秒，冇超時，無需扣分。而家我哋有請正方第一副辯發言。準備好可以向計時員示意。主席、評判在座各位大家好，嚟到一副我哋不妨用2個論點去到拆解自戀嘅真正定義。第一，自戀到底係啲乜嘢？自戀今日係源自於深層嘅自卑、恐懼、缺乏安全感同埋他人認同而造成嘅表現，係一種過度嘅補償機制，所以需要依靠其他人嘅仰慕、外界嘅認同、他人嘅肯定去到維持對自我價值嘅認同。從而都會產生對內在自卑而偽裝嘅面具，而且心理學家阿德勒都講過，自大其實都只係自卑感作祟嘅一種表現，係自卑感嚴重化、進一步扭曲同埋人格倒退嘅狀態。呢種人通常都好驚俾其他人睇穿自己嘅不足，而特登誇大自己嘅優秀，藉住呢一樣嘢去營造到自己好犀利嘅假象，去獲得其他人嘅關注，從而掩飾自己嘅懦弱。自大只係自戀當中衍生出嘅心態，所以其實自大同自戀本質上根本就係同一樣嘢。有方不斷強調自戀同自卑係冇可比性嘅，但係自大先至係可以同自卑作出比較嘅説法，根本就唔成立。自大係一種自以為高人一等、驕傲自滿，覺得自己嘅能力、地位同埋個人價值非常厲害、不切實際去誇大嘅心態。呢種心態通常都會伴隨住對其他人嘅輕視，表現出一種狂妄自大、自以為是嘅態度。經常睇唔起人哋，本質上其實都係來自於無知同埋虛假嘅自信。例如話佢會好中意晒命，多數傾向表現俾人哋睇自己更加有優越感嘅嗰一面，而且亦都會拒絕接受人哋嘅批評，非常之自我中心。咁其實正如我方啱啱講過自戀嘅定義，佢哋本質上唔係一樣咩？
所以講到最後，自大同埋自戀兩樣嘅核心價值根本就係一樣嘅。所以今日有方硬係要將自大同埋自卑比較冇問題，因為本質上自大同埋自戀根本就係一樣。所以講到最後，咪又係自戀可怕過自卑。第二，自戀有冇治療手法？今日我方主編都同你講咗，自戀係一個病，咁其實佢有冇方法可以醫好呢？印度規模最大嘅跨國私人集團阿波羅醫院指出，自戀型嘅人而家係冇直接嘅特效藥去到治療，通常都只會以心理諮詢為核心，學習健康嘅人際互動模式同埋改善對自我同埋他人嘅認知。所以講到最尾，自戀呢一個病根本就冇辦法徹底咁樣去醫治。咁我哋不妨又睇下自卑有冇治療嘅方法。今日自卑連社會醫學專科林正財醫生都話係有得醫，佢甚至分享過自己由自卑嘅噩夢走出嚟好翻嘅經歷。咁其實自卑呢一個情緒問題係可以徹底咁樣去醫治，一個有得醫，一個冇得醫，究竟邊個可怕啲呢？多謝各位。求分，咁我哋而家有請正方一款，而家係反方一款，準備好開向計時示意。在座各位大家好，嚟到一副，我哋不妨睇一睇定義、比較、治療呢三個方面。咁我哋第一睇緊定義先。咁其實有方話自戀係病，自卑就係可以協助自己進步。咁專門講過有良性同惡性之分，有方對比嘅係良性自卑同惡性自戀。有方話可怕對社會嘅破壞力，但係每個人嘅心理唔同，而且自卑同自戀係心理疾病，又點樣可以只係講對社會嘅破壞力呢？第二睇比較，其實自卑同自戀就好似糖同埋包裝紙、病徵同埋病因嘅關係咁樣。其實自戀係心理防禦，係知道自己有所局限，用貶低他人、抬高自己嘅方式去掩飾，同自卑嘅本質根本完全唔同。所以問題嘅根源係自卑，而唔係自戀。有方只係將病症當咗做病根，將包裝紙當咗做核心。即使我想反問翻有方，你會唔會考究病症可怕啲，或係病根可怕啲？所以有方根本連比較基礎都冇嘅時候，有方嘅立場根本就站唔住腳。因此真正要比較嘅應該係自卑同自大，一個係低估能力，一個係高估能力，兩者都係能力認知偏差，即係屬於同一個比較維度，而唔係好似自卑同自戀咁樣根本就唔係同一條比較線上面。之後有方提出咗用傷害範圍去定義自戀同自卑嘅可怕，但係其實呢樣嘢本身就係錯㗎。有方話自卑嘅人會作出傷害自己嘅行為，而自戀嘅人會貶低他人、傷害對方。但係我就好好奇啦，一個人會唔會因為人哋嘅一句説話而傷害自己？我相信有方都知係唔會㗎。所以關鍵係決定於嗰個人本身係咪自卑，佢內心係咪脆弱。外界嘅言語只係有一，如果嗰個人本身內心足夠強大，佢堅強唔自卑，就唔會因為人哋嘅一句貶低就覺得自己好差。同時間
主席、評判在各位大家好，你好，義父環節，我哋不妨睇下治療嘅可怕之處。首先針對治療，頭先有方一副同我哋講，自卑係可以有好多治療啦，但係自戀咧係冇治療喎。但今日同你講翻，自戀者雖然有長期嘅心理治療，可以幫助患者了解自己嘅行為模式，同埋學識處理自大、缺乏同理心同埋對其他人不利嘅行為啦，以緩解自戀人格障礙嘅影響。但其實並唔可以完全根治呢個問題，醫好呢一個病，只可以改善問題。即係好似你有高血壓食咗嚟，都只係可以暫時防止血壓上升，而唔係一世都可以一路平嘅，唔使再有血壓。所以其實今日藥物只可以幫助處理同埋自戀型人格障礙共病嘅情緒問題，但係唔可以治療到自戀型人格障礙本身。其次，頭先有方講嘅自卑就係自戀嘅病根，咁其實我同意㗎，因為自戀係自卑嘅進階版嘛。自戀型人格源自於自卑，自戀係自卑進一步扭曲同埋人格倒退嘅狀態。自戀係由無法面對自卑嘅狀態而自我膨脹形成。由阿德勒心理學所提出嘅自卑情結中，人生因過度補償而變成自戀。呢種狀態其實處於精神病嘅邊緣，而自卑只係一種輕微性格扭曲嘅狀態，係一種好普遍嘅現象。同埋第三，我想再加一點就係政府淨係資助俾自卑人睇病，就代表自戀呢一個病嚴重啦咩？有方立場。如果唔資助就代表嗰樣嘢唔嚴重。其實而家都有好多冇受到資助嘅罕見病，例如漸凍症，咁唔通就代表呢啲病可怕啦咩？所以有方用嗰個病有幾多資助或者有研究去做衡量，咁樣本身就唔合理咯。講到最尾，我哋不妨總括前面所講嘅。其實今日自戀係一個精神障礙，係一個疾病，而自卑係一個心理問題，並唔係一個疾病。好簡單個比喻，今日一個全身骨折嘅人，同一個腳趾斷咗嘅人，傷得嚴重啲。有方今日無非都係一直曲解嘅，就係對於自戀嘅定義上先同我哋講，自大只可以同自卑對比。今日我一副都同你將定義講得咁清楚，有治療同冇治療係一個病同唔係一個病。更甚者，自戀嘅人係會傷害其他人，而自卑嘅人即係會傷害自己嘅時候，到底傷害一個人可怕啲定係傷害10個人可怕啲？其實呢個問題好簡單，但我都識答，因為無論係你同我都一定會覺得係10個人比傷害可怕啲。呢一點亦都係有方無法否認嘅。最後煩請有方下個辯委交流清楚到底傷害一個人可怕啲定傷害10個人可怕啲咧？多謝各位。去投分而家有請反方義父發言。各位大家好，唔知係頭先我沉默嘅5秒入面，你哋諗緊啲乜嘢呢？係咪諗緊我係唔記得咗漏咗大佬，定係緊張得滯，定係聽唔到計船已經叮咗呢？呢啲思考通通都係基於我沉默咗嘅嗰5秒，而前面嘅4位辯員嘅發言都冇嘅時候，有呢一個基準進行嘅時候，先至有產生呢啲諗法。而嚟到議夫嘅環節，先可以確立一點，一樣嘢係需要有標準先能夠衡量比較。所以我哋不妨由3個主要戰場嚟睇今日嘅比賽。第一，自戀係會傷害他人。有方今日同我哋講，自戀係會傷害到社會以及其他人嘅用傷害範圍去定義可怕，但呢樣嘢本身就係錯嘅。面對住我方一副同你講，生命嘅價值係不可量化，不可以用數字去計算。有方都反駁唔到嘅時候，咁一個活生生嘅人唔係冷冰冰嘅數字，係有溫度，唔可以話傷害多啲人，傷害到個社會度話係更加可怕。有方今日同我哋講話，佢會傷害到社會度會就可以就用呢樣嘢去比較生命嘅重量去價值錯位啊！而家面對住我方一副主辯都同你講過，可怕係主觀因素，唔可以用範圍程度去衡量邊一個更可怕。第二，有治療就等於唔可怕。有方今日好搞笑，同我哋講話自戀冇特效藥，而自卑有特效藥，所以咧咁就自卑就可以冇咁可怕，就可以快啲醫治到。咁但係有方其實今日都話呢個治療係有自卑係有心理治療有普通藥啦。咁其實都分別只不過係快同慢嘅問題，而唔係佢哋邊一
就係要點樣？如果真係要定義可怕，就係要睇佢後果啲嚴重性，而唔係在於佢醫唔醫得翻，或者邊個醫得更加快。而且而且根據臨床證明，亦都有證實過自戀係有呢個移情焦點治療或者係等等圖式治療去幫助自卑去解決，幫助自卑去治療呢個自卑嘅時候，咁點解自戀又冇特效藥治療，又自卑又普通藥嘅時候，咁點解呢個自卑同埋自戀就係不可能夠證實到自戀係比自卑更可怕咧？第三，有好多個同我哋講自戀包含自卑，但我方一副已經同你講過，包含係唔等於等同，有方都反駁唔到。而我而家想問有方啦，點解到咗今日自戀同埋自大比較嘅時候，就突然間冇咗呢個比較維度咧？點解可以無啦啦就好似我方一副講過自大同埋自卑先係同一維度嘅時候，就無啦啦冇咗呢一條維度，又無啦啦有比較平衡咧？而再講一副同你講過自卑係核心自戀，即係一張包裝紙嘅情況底下，點解有方係會覺得同一個普通嘅防禦機制比自卑更加可怕咧？在各位人生而獨特，我哋每個人對事情嘅看法感知都有所不同嘅時候，我哋先唔應該粗暴比較錯配對於去分辨邊一樣嘢更加可怕啦。多謝各位。反方二副發言時間為3分14秒，冇超時需9分。咁咧，我哋而家就即將進入自由辯論環節。咁會先由正方開始發言。咁而家就請正方開始發言。自戀同埋自卑咧係比較醫得快同醫得慢，但係其實我方根本啱啱所提及嘅就唔係講醫得快同埋醫得慢呢個問題，但係我哋所講嘅係自戀根本就係冇得醫，而自卑係有得醫。你哋可唔可以有方可唔可以唔好混淆咗呢個問題咧？唔該。係，所以面對住咪就係同你講咯，我方啱啱二副咪舉出例子，同你講咩移情焦點治療啊嘛，所以咪就係同你講其實可以根治咯，即係唔係特效，佢冇得醫得咁快啊嘛，所以行為標準從來都唔係佢冇得醫，而係兩者依家都有得醫，即係你醫得快慢，而喺佢康復之前，對呢個社會對所有人造成嘅影響，呢個後果嘅嚴重性有幾大？嚴重性自戀者，我而家舉個例子，布萊恩·布萊克威爾啦，因為一連串嘅謊言啦、欺騙同埋盜竊啦，俾阿爸阿媽揭發啦，為咗維護佢天才而富有嘅虛假形象，簡稱自戀，佢喺狂怒中殺害咗親生父母。5位精神科醫生一致斷定診斷佢患有呢個自戀型人格障礙，呢個顯示咗極端嘅自戀者喺形象崩毀嗰陣咧，會為咗保護而作出嘅為咗保護自己而作出嘅殘暴行為，呢個就係嗰個嚴重性。同埋我想問下，點解冇自卑嘅人會殺人啊嘛？冇自卑嘅人會殺其他人，但佢可能會殺自己，覺得自己冇用，可能佢甚至會喺可能佢嘅極端狀況，可能會覺得自己冇用而喺呢條生命可能喺世界上湮滅。咁問翻有關情唔情願辯題，今日所講可怕呢一個條件係主觀嘅。
發言嘅時間都係計時嘅，睇一睇。其實咧，我方咧已經講過好多次，係啦，講咗好多次咧。其實咧，我哋已經提出咗好多個唔同嘅數據啦，同埋咧佢個深度同埋嚴重性啦，我哋都有去講過嘅。即係佢廣泛至去社會咧，係有好多人去因為咁而受害啦。咁啊，可能因為即係啲自戀嘅人而死亡啦。咁啊，但係即係自卑嘅人，其實嗰個即係嗰個廣闊嘅性係極少嘅啫。如果你咁講係佢影響緊佢自己嘛，佢未影響緊佢其他人啊嘛。OK， 咁啊同埋頭先都講過啊，你其實一直都冇回應我哋嘅自卑咧，其實係一個即係主觀啦，對我哋自我人嘅懷疑啦。每個人成長都有嘅，都係咧好輕微嘅事嘅啫。咁但係自戀就係好即係由自卑慢慢衍生係擴闊嘅嘢嚟嘅。咁所以你哋都冇答過我哋問題，點解即係一個擴闊咗一個嚴重嘅問題，你哋會當係一個唔嚴重嘅問題咧？係擴闊咗一個嚴重嘅問題當唔嚴重，由我轉變開始同你講啦。今日其實係講良性自戀、良性自卑、良性惡性自戀、良性自戀自卑同埋惡性自戀自卑。咁面對住今日良性嘅自戀，咪正就係你可以相信自己，覺得自己做到嗰樣嘢而去進步咯。咁有方又話我哋講後果嚴重性，一個係就係對自己，一個係對他人。咁有方有冇相信有可能有聽過博本着火救貓定係救畫？但係其實惡性自戀嘅定義係最嚴重、最具破壞性嘅核心定義就係自戀型人格與反社會攻擊性。正方發言時間結束，咁而家反方可以用下餘下嘅時間去發言。仲有一下後果，所以咧救貓定係救畫呢個係正係一個典型嘅道德問題。所以面對住自戀同自卑，一個係害，一個係殺己，一個係殺人，兩個都係生命嘅情況下，點可以用簡單嘅數量同範圍去衡量兩者係嘅後果嘅嚴重性咧？所以我方同你講過啦，治療有方睇舉出例子同你講話自卑有治療法，我方都舉出例子同你講話自戀都有治療方法㗎。咁自卑有方今日支持辯題點解？因為自卑醫得快啲，話係會傷害到他人啊嘛。咁面對住自戀其實都有治療方法，而自卑只係醫得快啲。咁佢哋喺治療當中產生嘅後果嘅嚴重性，咪正就係今日衡量辯題嘅準則咯。所以面對住良性，首先確立良性自戀自卑，今日並唔可怕，因為佢哋係人類發展、人類進步嘅基準，係佢嘅認知錯誤，再相信自己做到，咁人類先會繼續進步、繼續發展。而惡性自戀自卑，正就代表住惡性自戀自卑就係代表住惡性嘅自卑，今日係會淹沒自己嘅生命。係會傷害他人，根本兩者唔可以，而可怕今日係主觀因素嘅時候，今日就唔可以用一個客觀標準，就係範圍、嚴重程度呢啲咁嘅客觀條件去衡量今日辯題，所以今日辯題唔應該成立。多謝各位。仲有30秒需要用盡發言時間。30。好啊，咁同大家分享下呢個臨床精神最有效嘅方法，就係有方同我哋講啦，我哋冇加出數據嗰啲，就係話依家有咩移情焦點治療，就係咧通過你同嗰個心理治療師嘅互動咧，將觀察你，然之後幫你解決呢一個治療性嘅問題，可以根治嘅。仲有呢個咩圖形唔係圖式治療，就係咧去揾出有方所講話咩童年咧未滿足嘅要求，內生趣嘅，就係解決呢個問題。咁咧根治咗呢個咩內生趣嘅問題，佢今日唔會自戀咯。自由辯論環節結束啦，咁而家有1分鐘俾雙方結辯去準備結辯陳詞。
分鐘準備時間結束，而家天氣反光，以便作結身。主席、評判、在各位，大家好。比賽嚟到尾聲，我想用一句詩去總結今日辯題嘅核心問題。黃安石話：不懼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咁有方正就覺得自己係站在最高層嘅，有方自己嘅視覺俯視自戀同自卑，用同一把尺喺一個維度去度兩種完全唔同嘅黑暗，仲要比到呢一種更可怕。我分全場都講得好清楚，自戀同自卑唔係同一個維度嘅心理狀態，不可比較。我哋今日要比較嘅，到底係性質相同，只係程度不同，就係本質維度完全唔同嘅兩種心理狀態、心理疾病咧。咁今日就好似覺得自己企喺山頂，處於浮雲之上，卻不知身處浮雲之中，以自己狹窄嘅眼光去審視世間萬物。佢哋覺得自戀會傷害到他人，就輕易判定自卑傷害自己冇咁可怕。有方冇諗過每個人嘅感受從來都係嚟自於自己。喺呢個前提底下，我再睇今日辯題，對發現有方嘅邏輯，從一開始就站唔住腳。第一，有方今日我哋講話，見到自戀攻擊他人嘅嚴重性，外顯嘅攻擊性，所以今日有方就好似俾自己心中嘅浮雲遮蔽雙眼，睇唔清兩個心理狀態嘅本質維度，以偏概全。自卑係向內摧毀自己，自戀係向外防護脆弱，兩者根本就唔係同一類嘅可怕。所以有方今日用同一把尺去量，本身就係一種偏見。第二，有方今日同我哋講話要以傷害他人、傷害自己做呢個衡量嘅標準。站喺高處嘅人就係以為自己睇到嘅就係全部嘅真相。有方企喺傷害他人更可怕嘅角度，以為自卑嘅痛唔夠痛。但有方冇諗過每個人生而獨特，佢對於情感、對事物嘅承受程度都唔一樣嘅時候，有方係點可以用自己嘅標準去衡量、去評價他人嘅痛苦呢？在各位，自戀同自卑本質殊途，由一開始就冇資格放喺同一個天秤上面去比較。自戀唔係玩，自卑唔係弱，佢哋都唔係病，即係人喺不安之中學識嘅生存方式。我真正要追求嘅唔係分辨邊個更可怕，要學識唔好隨便貶低他人，唔好輕易否定自己。最後我哋翻返去呢句詩，不懼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呢句詩詞正點出希望唔受外界干擾，企喺世界嘅頂端，俯視眾生，造福世人。但佢都只係廣石嘅一個豪言。人有局限，我哋每個人都有自己視野嘅盲點，永遠都難以完全喺明白其他人嘅內心。但正因為咁，我哋要明白一件事，企喺他人嘅角度會覺得自戀更刻薄，企喺自己嘅角度會覺得自卑更痛苦。所以到底邊個有資格做企喺最高處，做一個絕對公平、俯視眾生嘅判官呢？我哋今日唔係要證明自卑比自戀更可怕。既然我哋今日做唔到呢個絕對公平嘅判官，就冇資格隨便去判斷邊個更加可怕。但起碼我哋可以學識唔用他人嘅標準去衡量自己嘅痛，亦都唔用自己嘅感受去批評人哋嘅傷。我哋可以做嘅唔係去做嗰一個判官，比較邊個更加可怕，而身處浮雲之中，喺紅塵世俗嘅世界入邊，學識温柔咁接受自己，亦都温柔咁去體諒他人。多謝各位。反方自辯發言時間為3分35秒，冇超時無需扣分。咁而家就等正方結辯咗結論先。主席、評判、在座各位，最後一次大家好。喺呢個比賽完結之前，同大家分享一個家傳戶曉嘅故事咧，白雪公主。但係我今日想講嘅人物唔係故事入面嘅主角白雪公主，而係推進成個故事嘅配角邪惡皇后，即係白雪公主
就咁樣令到白雪公主食咗個毒蘋果，咁白雪公主就會喺呢個世界上消失，自己又會變翻最靚嗰個。聽成場比賽，你可能會諗，自由皇后係咪一個自戀者？冇錯，因為佢將自我價值綁定晒喺最靚呢個標籤上面，只要有人超越佢，佢就會受到威脅，所以佢就會用毒蘋果作為佢消除威脅、維持自戀幻象嘅工具。佢寧願狠心咁殺死白雪公主，都唔願意承認自己唔係最靚嗰個。呢個就係一個典型嘅自戀者行為，需要不斷咁向外界肯定，容忍唔到人哋好過自己。為咗維持住呢個我係最特別嘅形象，不擇手段。所以我方今日全場咧都喺度同緊友方講，自戀者會為咗達到佢嘅目的而不擇手段，不惜傷害他人，做出一系列嘅損人不利己嘅行為。所以相比起自卑者，佢哋只會喺心入邊焦慮，但係乜都唔敢做，實質傷害人哋嘅行為，到底係自戀可怕啲定係自卑可怕啲？有方話今日自戀嘅人係唔係高估咗自己嘅價值？但係其實今日我方一負二負，甚至講到由辯論都同你講緊自大係自戀一部分。自戀嘅人乜都覺得自己係最好，唔肯喺最高估自己。所以講到今日全場，其實我哋大家都冇否認過自戀可怕、自卑可怕，所以我哋不妨嚟睇翻治療。今日就正同你講治療，只是可以靠唔同嘅訓練改善，並唔係可以完全醫好。但係今日一副都有被，但係最後概括全場。今日我哋雙方無非討論緊自卑可怕啲定係自戀可怕啲。今日我方主辯嘅例子，到底係好似癌細胞一樣咁自戀，但係自己又冇得意，定係一個普通傷風感冒一樣嘅自卑可怕啲？自己知道可以對症下藥，到底係邊個可怕啲？高下立見啦。而其實歧視自戀係自卑嘅進階版，自戀型人格完善自卑，自戀係自卑進一步扭曲同人格倒退嘅態度。自戀係由無法面對自卑嘅狀態而自我膨脹形成。由阿德勒心理學所說，自卑情結中引申，因過度補償而變成自戀。呢個狀態其實處於精神病嘅邊緣，而自卑係一種輕微性格扭曲嘅狀態，係一種好普遍嘅現象。所以其實自戀係同自卑係同一個維度。而自卑都只不過係一個好普遍嘅心理現象，而家好多人都可能會有咁嘅心理狀態，但係自戀根本上就係一個難以醫治嘅病。多謝各位。最初嘅比賽時間為3，其實係冇挑戰冇需求分。咁而家比賽都已經臨近尾聲啦。咁喺宣佈賽果之前咧，我哋都想邀請兩位評判就住今日嘅比賽去發表一啲評語。咁我哋而家就先請何子麗老師去發表。喂。OK。各位大家好啦，咁多謝兩位同事同埋咁多位同學咧，即係幫手鼎力相助呢次嘅師生辯論比賽。咁我相信咧，即係準備辯論咧係非常之長時間嘅。我記得我以前喺大學嗰陣咧，就係每日都係夜晚咁搞，咁即係唔好話係要翻工或者翻學啦，平時咁樣，所以係其實好辛苦。多謝同學同埋老師咧嘅付出啦，咁亦都多謝學生會啦嘅營運呢場咁樣嘅比賽啦咁。直接啲講咧，就其實咧分正反方咧，其實我都有少少嘅評語嘅。咁其實咧，我覺得正方咧係更加能夠咧引用個數據啦，同埋啲事例咧，去形象化或者具體化呢，即係呢個比較虛無縹緲嘅一個辯題嘅。咁但係咧就有少少可惜嘅位咧，就集中咗喺主辯身上。咁主辯之後嘅主辯提出嘅例子咧，包括拿破崙啊或者希特拉嗰啲咧，
可惜後面咧就冇乜點樣去跟進到呢件事，咁就有少少可惜嘅。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正方咧，其實咧我就不嬲覺得正方係難做過反方嘅，因為咧建立呢樣嘢啊係難嘅，柴人台咧係最容易嘅。總之你起啲乜嘢咧，我求其踢冧你咧，咁你就贏㗎啦嘛。咁所以正方咧就不斷喺度起嘢，你就不斷喺度拆嘢咧。其實反方不嬲咧應該會係易啲嘅。咁但係咧正方咧就有少少可惜咧，陷入咗反方嘅一個泥沼咧，就不斷喺度討論緊自戀、自卑同自大嘅因果關係，邊個包咗邊個？咁就好似冇乜點樣去確立翻個可怕嘅地方喺邊度。咁所以咧反方呢方面咧，反而係奸計得逞嘅，即係你會變咗做佢陷入咗佢嘅泥沼嗰度啦。咁就個比較，即係成個咧就變咗比較似防禦型多少少嘅，係回應緊佢啲嘢，咁就比較少去建立咗自己嘅嘢咁樣。咁呢個我覺得係正方可能蝕底一少少嘅位啦。咁而反方咧，我就覺得我最初聽到阿姚 Sir 俾嘅線嗰陣咧，我就諗咗一陣嘅，因為姚 Sir 咧直接咧係否定咗呢條辯題嘅正當性嘅，即係佢直情覺得係自戀同自卑係兩樣嘢，即係不能夠作比較嘅嘢嚟嘅。咁我就會覺得呢個咁樣嘅 approach 咧都幾大膽嘅，因為咧如果即係職業病發作啦。如果你擺喺 DSE 度問，人哋問你 A 同 B 邊個可怕啲，你直接寫篇 essay 話 A 同 B 咁就兩樣嘢嚟嘅，唔應該俾嘅話咧，如果係咁，我通常會俾一個學生離題嘅。如果係咁樣嘅話，即係有機會咁樣做嘅。但我會不斷喺度諗嘅，究竟可唔可以咁做咧？但係最後個結果咧，我都覺得係唔應該咁做嘅，因為譬如你話破產恐怖啲啊，定係生 cancer 恐怖啲？咁其實一個係病，一個係財政問題，你都可以話係兩樣嘢。咁但係你就係要做一樣嘢，就係揾個比較點啊，即係究竟我對屋企人嘅影響、對自己嘅影響、對未來嘅影響，咁我要揾個比較點去做比較。咁所以如果我做我最多咧，我最奸詐嘅做法咧，就係同樣可怕，都已經可以踢冧對面㗎啦。即係因為佢證明係更可怕啊嘛。咁但係咧。就反方有樣嘢咧，即係反方比較即係我點講咧？我唔可以話精明啲，我意思係即係取巧啲咧，用佢呢個字啦。咁反方咧就好能夠針對到可怕呢樣嘢咧，就不斷喺度攻對面嘅，即係不斷喺度叫對方講呢個可怕嘅嗰個位喺邊度啊咁樣。咁而且咧係不斷針對咧對方咧係要論證嘅就係喺正方嗰度嘅，係做到嘅。咁亦都拆解到咧，即係亦都好清楚地指出咧，即係因果關係同可怕程度咧，可以係兩個概念嚟嘅。即係邊個係因，邊個係果，同佢係咪可怕啲咧？係的確好似可以係兩樣嘢嚟嘅。OK，咁就亦都可以不斷強調到可怕作為主觀嘅一種感受，呢個係你哋個 line 係 put 得幾好嘅。咁所以簡而言之咧，反方咧其實係能夠不斷針對題目。咁又係職業病發作啦，即係你不斷扣題嘅話咧，其實你嗰個論文咧就會寫得好啲啦咁樣嘅。咁但係其實雙方咧都係好精彩嘅呢個辯論比賽，咁就再次多謝雙方嘅辯員啦同埋賽會，好多謝。多謝何老師嘅評語啦。咁我哋而家就有請中文辯論隊教練許植庸先生為我哋發表今次比賽。大家好啊！咁啱啱何 Sir 係企喺度講評語，咁我都唔好意思坐喺度啦。首先咧，即係講呢場比賽之前咧，講下即係我自己有啲感觸嘅，因為咧小弟咧都係今年先畢業嘅，咁所以咧喺台上或者啱啱講評嘅何 Sir 咧都係啲我哋好大係啦，即係我啲老師人㗎，咁所以咧就今次就有啲感慨啊，就話今次同埋呢個師生辯咧，真係好多謝學生會籌備呢樣嘢，因為咧喺我做學生嘅時候咧，應該係我 Form 6嗰屆先有呢個師生辯嘅活動，應該之前係冇呢樣嘢嘅，係啦。咁所以作為一個好中意辯論或者係一個辯論隊嘅，我即係當時辯論隊嘅隊員啦，咁我都好希望即係學生會可以呢啲活動多啲搞啦。咁辯論係一件，我覺得係一件好玩嘅事啦。唔知大家覺唔覺得啦？我唔知學生或者同學們體驗過之後會覺得點樣啦。
我係幾希望大家可以覺得辯論唔係一種好似好高深、好奧妙嘅事情，即係你可以見到一啲題材啦，好似上年咁係一個咩哆啦 A 夢啊，或者今年呢啲比較自卑同自大呢啲比較生活化嘅題材，即係佢唔係一啲好離地嘅東西嚟嘅。咁都希望大家可能睇呢啲唔同嘅比賽啊，可能有啲搞笑啲嘅片段啊，咁啊體驗下辯論嘅樂趣啊，係啊，咁樣啦。我唔知今日呢場比賽可唔可以做到呢樣嘢啦。咁如果做唔到嘅話咧，咁係因為大家未進入辯論隊。如果你進入咗呢個辯論校隊咧，感受到我哋辯論嘅教育咧，咁你就可以有能力做咗一場搞笑嘅辯論比賽啦。所以歡迎大家係報呢個辯論隊啊。OK， 咁我喺黑 sell 完之後咧，咁我覺得係可以先講我今日嘅呢個隊名，就係反方有個隊名咧叫做揀科技，記得叫揀 econ 啦。咁我小弟係一個 econ 學生，我係十分之同意呢句説話。但係見到呢個場上都有好多唔同嘅老師啊，就提醒大家我哋學校嘅 bio 啦、history 啊等等嘅科目咧都係十分之不錯嘅。所以大家揀科嘅時候咧，咩科都係可以揀嘅。OK， 係啊，咁就咁我覺得就可以講一講一啲關於比賽上嘅嘢啦。咁其實今日呢場比賽咧，我覺得係大家嘅首先講主辯啦，你哋嘅主線建立方面咧都係比較好嘅，特別係呢個正方嘅主辯，就啱啱韓 Sir 有講啦，係呢個係論點嘅密度同埋呢個廣泛性嘅聽落係比較好嘅。但係咧，我哋辯論啊嘛，我哋辯論有兩個字嘅，第一個辯字，第二個係論字。咁我上堂都成日會講嘅，就係我哋辯論咧係要兩者並重，你冇可能淨係辯，或者你冇可能淨係論。我覺得今日雙方咧都分別犯咗一個毛病。今日反方咧有啲比較似淨係有辯嘅部分，你係沒有呢個論嘅部分。即係例如你哋主辯嘅時候咧，你哋有講到，啱啱韓 Sir 都有講，就話其實原來兩個根本就唔係可怕嘅喎，係不可比嘅喎。但係你去到後面咧，係完全冇推論過點解兩者不可比啊，或者完全冇同我做，或者甚至乎你後面舉出嘅自大，你話自大同自卑先係可比嘅，但係你後場咧係完全冇同我比較過自大同自卑究竟佢哋係邊個可怕啲，邊個唔可怕啲？咁所以咧，我覺得今日反方咧比較似係你哋只係有辯嘅部分，你哋可能喺我角度啦，可能你哋係有點對點咁樣處理咗對面嘅論點，但係咧一場辯論比賽咧，你唔係淨係可以處理對面論點，你都要做建立嘅部分。雖然啱啱韓 Sir 話事真係你係反方啦，但係咧你哋都有一條主線㗎嘛，你哋主辯都有兩個論點㗎嘛，係嘛？咁你哋都需要肩負起論證你哋兩個論點嘅責任。咁所以我覺得今場反方咧就犯咗呢個小嘅毛病。咁今日正方咧就犯咗第二個毛病嘅，就係你哋咧只有論嘅部分，比較少有呢個辯嘅部分。點解咁講咧？就你哋後場咧會不停用一啲可能主辯之前講過，呢個可唔可以醫啊？呢個數據係點樣啊？但係咧針對住反方可能挑戰你，哇！其實佢哋係比較唔到嘅喎，哇！其實佢哋係呢個自大性係真正嘅比較喎。咁其實咧你後場嘅回應咧係作出得比較少嘅，但係你哋咧喺論嘅部分咧係做得比反方出色得多嘅。咁所以今場咧，我會覺得係一場勢均力敵嘅比賽嘅。你哋陣間睇分子就會知道。係啦，咁就係呢場咧。不過咧，考慮到咧，因為根據我喺呢個辯論隊嘅經驗咧，呢個應該反方喺辯論隊嘅同學比較多，而正方嘅同學比較少喺辯論隊嘅。咁如果正方嘅同學覺得辯論好玩，係歡迎正方嘅同學加入。你哋係有啲天分，係啦。咁台下睇比賽嘅同學，你哋覺得好玩都可以多嚟參加嘅，係啊。不過最後咧就同大家即係根據啱啱大家唔知有冇睇過一個位置咧，就係結辯啦。我覺得今日反方嘅結辯咧，呢個吳同學咧佢有一個比較有趣嘅框架嘅，例如佢會用一首詩啊，或者好似反方嘅義父啊，會用一啲咩沉默5秒啊呢啲小嘅呢啲喺我哋辯論嘅術語裏邊咧叫做 gimmick 啦。咁呢啲樣嘢咧，我唔知大家嘅感覺如何啦。因為我當年一開始接觸辯論嘅時候咧，我係比較中意呢啲嘢嘅。即係我唔知大家有冇睇過一啲綜藝節目或者一啲嘅小比賽啦。咁我當年咧有睇一啲普內地嘅綜藝節目，例如奇葩說啊等等。咁佢哋嘅辯論員咧就好多運用呢啲 gimmick 啊等等嘅東西，去令到成場比賽變得更加吸引。咁所以咧就係、如果大家覺得前面嗰啲好似快嘴辯論唔係淨係得快嘴嘅，我會咁形容，就係佢有好多好有趣嘅玩法。例如你可以好似反方結辯咁樣出嚟吟詩啊，或者可以好似出嚟沉默下5秒啊，獨扮下一啲奇怪嘅人士。咁呢一啲嘅做法咧都可以證明到咧，呢個係一個好多元化嘅比賽。咁就係喺辯論入邊咧係有一個你有好多人格，你可以睇下你可以塑造你自己成為一個乜嘢人格，同埋希望大家希望大家可以知道辯論呢樣嘢咧並唔係咁只係一詞鋒快嘴。
然後好多吉他可以玩，係啊，咁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感受到呢樣嘢嘅樂趣嘅，多謝大家。好多謝許晶旭教練俾我哋咁寶貴嘅評語啦。咁咧我哋喺宣佈賽果之前咧，咁請等我先宣佈今場嘅最佳辯論員同埋最佳自由辯論員啦。咁今場嘅最佳辯論員咧就係正方主辯 Miss Christine 張。正方主辯 Miss Christine 張同埋反方自辯文希同學。我哋係影幅相嘅，因為有兩位係啦，我哋影咗成年嘅。咁你睇，好犀利。最後嘅得分咧，正方導用二化啦，對反方減科記得揀2con，比分係366分比379.5分。換言之咧，即係由反方減科記得揀2con勝出我哋今場嘅比賽。我哋而家兩位評判可以幫我哋頒獎同埋影幅合照咁樣樣，就幫我哋。而家都評可能正方、反方同埋評判老師最後要好大入票係咯，可能兩位評判可以企喺中間嘅，係。多謝晒大家今日參與我哋呢一個評審辯論賽，然之後雙方準備辯題都好辛苦晒，大家都非常之犀利，比分都好慘。但係之前都希望同學可以實現我哋呢個港文傳統，就係將陣打成8張一打，係啦，將呢班然後最尾兩排嘅注意係要分開走，因為嗰兩排比較有力。